前一阵啊，进口鸡卵的问题影响到民众对鸡卵的信心，连带影响到国内鸡卵已经连续2礼拜的落价。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强调，为着要避免再出现欠卵的问题，也是会继续确保库存的数量。因也针对国民党要求要公布中国若是停止液化对策，陈俊贵讲，这是牵连到国家的利益，所以袂当公开。 鸡卵要起育，和台北市农商工会连续2礼拜调降鸡卵产地甲批发绩效，累计达到特大金5块。农业部一度发挥地方政府重新予学校午餐使用液卵，不过面对进入秋冬禽流感流行的季节，农业部代理部长会在接受影音平台专访时阵表示，嘛是要建立一定的库存，稳定市场绩效。如果用100万的话，30天来算的话，大概我们的库存的水位大概是3000万颗。 把你的沙盘推演报告给本席。我想现在目前的推演还不方便对外公开。那它牵涉到整个本身，就是不肯给，整个。针对国民党立委李贵敏10月11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农业部提供，万一中国停止液化，政府要如何应用的沙盘推演报告。但代理部长伫专访时阵嘛表示，中国透过各种管道想要了解咱的对策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当然袂当讲。 你利用这样的一个立院的这样质询来去让我们要说出我们的策略，其实就是在帮中国。我们是不会放弃任何的一个市场。但是面对中国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，其实并不是我们期待的。 陈俊贵强调，中国对台湾的贸易无有境来禁止输入，或者是要求业者注册，拢是咧打击台湾农业。目前咧执行对台湾的贸易比例调查，就是要互外界一准，无中国市场，台湾的农业就无法度活落去。农业部会继续来分散市场，108年台湾外销水果8成左右销往中国，目前只剩2%。记者林俊明、曾志成综合报道。